真侪民众会使用高雄的 iBus App 来查时间表甲路线哦。明年中这 App 特别改版，未来新的版本哦，未阁提供轻便铁路的资讯。有民众是感觉讲真袂方便，也毋过交通局是表示讲，新的 App 有经过3000多份的调查，应该是会当来符合民众的需要。 来到公车站坐车，这位民众拍开手机，高雄 iBus 的 APP 软体看公车到站时间。这软体推出超过10档，登录超过10万改，明年中旬就要下架。以新款来取代，民众就要甲旧版的删除了后，还阁登录新的。新旧两款冇差别，亲像是旧版的页面会当看到轻铁的时间，新版只是已读，有使用者认为可能会不方便。有需求拿来用会比较好，对啊。如果假如说有需求没有这功能的话，就会 影响到说什么？譬如说，我不知道他下一班什么时候到。白天都是一些老人家，老人家说真的，他也比较不想去弄这个东西。有民众认为这是以公车资讯为主，使用上无受影响。但是早顺着大众运输的状况，外来客也是国外旅客嘛使用。民代建议应该整合提供一站式的服务。此外，新版本伫使用观点，还有网速上慢、容易卡掉的这种状况。删除了相关，比方说包含轻轨或捷运其他的转乘的查询功能，改成是外部网站进行查询。这当然可能就会造成部分民众会觉得说，原本我在 APP 里面可以一站式达成，为什么现在还要跳来跳去？调查了以后来做这样的一个 iBus Plus 的公车动态资讯系统，它的设计使用上是有回馈到民众的需求。市府表示，新版本设计进行过3000多份的调查，嘛针对旧版本使用者认为无方便的部分来改善。这个页面当中嘛会当看到轻铁的相关消息。网络操作的部分，则是每2个礼拜拢会增进的功能。记者王刘婷丹、香港局报道。